다들인데 잘한다니 신신나게 근데 가게乐주点新年那巴当那么，透过网络观看的善知识，还有僧众们，尤其是各个尼寺的尼众们，还有世界各地的法友们，还有藏族的朋友们，首先问候大家，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参谋春季课程第8天。那么今天会讲佛王弥支多杰的妙心解脱赞的第16个颂文。那么依照他的侍者桑杰巴珠的注解的科判，到这的家是虚名，那大家了呀工作成这个生工资了呀。那么观修世俗菩提心，分为坐上、坐下。在坐下转恶缘为道用的部分有10个。那么前4个都讲过了，那么前5个都讲过了。那么会讲到的是第6个，还有第7个。那么首先第6个转清净心为之利乐为道用，是遍虚空之有情正等菩提利之，此外怎能将其置于任何轮涅薄利之劣果？此为我妙行之一。这里要做一个说明。这个妙行解脱传呢，它有一个主颂，然后另外有2个注解。那2个注解是同一个作者。那么在跋文也是一样的，但是内文中有一些不同。然后一个是出自哲蚌寺，一个是出自布达拉宫。那么出自哲蚌寺的这一个注解，当时Varanasi 的这个创古寺他们有出版。那么在去年讲解这个时候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有用到，那么之前是没有看到过。那么后来又拿到了布达拉宫的注解。总之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内容中有一些差别。那么这2部论中的引用到的主颂也有一点的不同。那么投影出来的主颂，那么主要是依据的是弥支多杰的文集当中的这个主颂。那么之后可能我们会跟2个注解本做比对，就是主颂再跟2个注解本做比对之后，再看有有怎么样的一些出入。那这里先做一个说明。
然后理解居住不地给他直接居住不三，他理解居住不地，直接那么居住这第16个妙行呢，内容主要在说的是要如果不帮助众生完全从这个轮回当中出离，安置于无上的佛果，那么只是暂时得到人天的果报，人天的果位，或者稍微好一点，得到殊胜的声闻乘的阿罗汉独觉果位，仅仅是这样子，都是无法满足一个具备大无畏的一个菩萨的心愿。那么同样，像法王米支多杰这样一位可以说具备着和观音菩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悲心和勇猛的心的这样的一个菩萨，那么这个颂文可以说就是他的传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妙行，就是他对于佛教跟对于众生具有这样的一种强大的一种亲近的一种心，或者说这样巨大的一种热忱，一种亲近的一种心。那么就像过去噶当派的格西仲敦巴大师就说，他的上师阿底峡尊者从来不会赞叹声闻独觉乘，因为声闻和独觉他们阿底峡尊者从来不会赞叹他们的，因为如果赞叹声闻独觉的话，可能就会让别人觉得说，他们的果位也是很好的，就觉得只要得到声闻独觉的果位也就可以了。所以阿底峡尊者为了避免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阿底峡尊者从不会赞叹这个声闻跟独觉。所以同样的，米觉多杰他也是一样，无论众生得到多大的这种暂时的这种幸福跟快乐，他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赞美跟赞叹，不仅不会给予赞美跟赞叹，而且他会对于众生得到这种暂时的幸福，他会对于他们更升起怜悯的心。像很多人因为得到一些财富或者得到一些地位名声，虽然这些人会觉得好像得到了一些快乐跟幸福，但是对于一个圣者了悟了轮回是苦的这样一个圣者来说，他们会知道他们还是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些众生还是被这个烦恼跟业力所控制着，还是没有真的得到一个解脱，所以这些众生还是值得怜悯值得同情的。米居多杰的那个时候，当时在世的时候，当时藏族的社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当时有很多人，他们说自己是在利益别人，或者说自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那这些人，比如说自己在很利益别人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些人是把别人的这种健康，或者把别人的财富，或者把别人的这种地位当成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想尽办法保护对方，帮助那些人，保护不要让他们这些东西失去，不要失去健康、财富跟地位。他们觉得这些人觉得保护这些是最重要的，或者这些人呢，对于出家人也是一样，他们把这个吃的、穿的够不够看成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们会为了这个寺院里面出家众，然后没日没夜的四处去寻找施主，
为了这僧众的吃的喝的去找施主，然后这样子东奔西跑，最后连自己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子终日劳碌的过了一生。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以为这样子是在利益别人，在帮助别人，他们觉得自己这样是很有远见的人。有这样的一群人。另外还有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利益别人，是觉得自己很有远见的人。他们是在怎么做呢？他们会说，他们要想远一点，要想来世，所以他们是害怕恶道的。如果来世落入到恶道的话，那是很恐怖的，会很痛苦的。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落入到恶道，所以他们今生就会去救护一些动物的生命，然后所以就可以说疲于奔命的到处去放生。但同时他们还在批评跟诋毁那些真的在广大利益众生的其他的那些大德们。他们会说，一定要放生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才是真的最重要的。然后对于那些就真的是在可以说在这种佛教的教育跟佛教的修行实修上真的在利益众生的大德们，这些人会诋毁他们说，这些人连放生都不放，都不做，然后甚至还这个吃肉啊等等的。所以他们还批评那些大德们，有这样的一群人。另外还有一群人也是一样，就是他们说自己是利益别人，又说自己很有远见。这些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轮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哇，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的痛苦真的非常恐怖，让人害怕。他们也知道，这个痛苦的根源来自于心。最主要是来自于心中的妄念，因为妄念的这种浮动而造了业，而因此业而导致各种的业果。所以如果斩断停止这个妄念，所以让妄念的续流停止的话，那么就不会投生了，生的续流也会停止。那方法是什么？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妄念升起？这个方法就是能够就是了悟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完空。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些没有人烟的一些地方，想觉得到了那样的一些地方去修持什么都没有的那样子的一种完空。所以他们在那边就修持这种可以说不究竟的这种完空，而且呢，他们也让他身边亲近的人去修持这种不究竟的这种完空。然后他还说，我这是在说法，我这是在利益他们，是让他们能够得到究竟的佛果。口头上他还这么说，他也这么觉得。所以当时的藏地这个藏传佛教，很多人说，在这样子说，觉得自己是在利益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但其实他们的作为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的米觉多杰是怎么样的呢？米觉多杰他一心想的就是愿一切众生得到遍知的佛果。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我都甘愿。除此之外，任何人天果报的这种还是属于轮回中的快乐，甚至是这种暂时的这种
声闻乘的这种涅槃的这种不究竟的快乐，米居多杰是一点执着都没有的。他一点也不觉得，也不会满足，而且他也不觉得这些也都不是利益众生最好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贪着了这些暂时的快乐，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一心努力去追求的话，那这不仅会障碍我们成佛，而且我们会被这些暂时的快乐又在造作各种的不善业，各种无记的业，然后又让我们再次落入轮回和恶道当中。所以密居多杰他的一心都只有希望众生得到解脱偏执的佛果，所以无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带着这样心去做。所以他不会只是为了别人而做样子的任何的这些表象上的这些可以说伪善的或者是装样子的这些善行，他都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人却批评密居多杰，这些人怎么说呢？他们说，这密居多杰啊，你的这个心胸太狭隘了。为什么呢？不是说只要具备大乘的发心和回向，所有的善行都能成为成就佛果的因，不是吗？那为什么密居多杰您呢，却不认为那些暂时利益众生的，像给予衣食啊，布施东西给别人你却不觉得这些很重要呢？这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些你只要具备了大乘发心和回向，那这也可以是成就佛国的因啊。很多人这样子去质疑密居多杰，某部分来说他们说的也对，因为一般来说成佛的因有两种，一种是远因，一种是真因，或者是说正因。但是有的时候属于远因的这种善，如果你去做了，或者你太重视远因的这种善的话，可能会对于你的真因带来障碍。所以远因的这种善还是要做，但如果把这种远因的善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修持的话，那就是一种不善巧的一个菩萨，这对于菩萨利他事业会造成伤害的。这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像良医吧，他总之医术是非常好，如果是藏医的话，他特别会把脉，会给药等等，他也能够很准确的这个说出这个病因的这样一位良医。因为有些病看起来又有点像是热病，但有一些又像是这个冷的病，热病就像中暑，但有时候是冷的病，等的有是热的病。所以像举例来说，一个得了热病，一个中暑的人，
那他口渴的话怎么办？但这时候如果你不能给他酒，因为如果你再给他酒来解渴的话，他反而会让他更热。但有一些医生就不知道，或者一些其他人就不知道，觉得他中暑他口渴，就觉得要给他这个酒，刚好身边有酒，给他酒来解渴，觉得也是对他帮助他解渴，带着好心来帮他，但其实是害了他。다들 코랑 그다 내기 깽기 랑용 이게 코랑 세바서 뭐래 가르지 주무이네야 안 될래야 가르지 멤버 캐버디 디와는 마땅한 체제 얘는 코랑 은혜 전에 폐양 가리면도 맞제요 所以一个医生，所谓的良医，他知道这个人的病因之后，他会对症下药，他不会随便乱给药的。所以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太重视这种原因，反而会障碍我们成就佛果的这种正因，会障碍到。所以如果我们来总的来讲一下上面这个颂文它的意思是什么的话，它最主要有这几个部分。就是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着一个善心，一个清净的心，也就是为了佛果而去利益他人。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中，有几个关键点是我们要知道的。其中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善心，什么叫做清净的心，或者说这种崇高的心、清净的心，这种热忱是什么？再来怎么做才叫做是为了佛果去利益他人？不然只是相似的一些善，或者叫做伪善那就不是真的利益别人。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善呢？带有这几种。所以什么叫做利他？什么叫做清净的心、善心或崇高的心？再来一个就是怎么样叫做一个真正的善或者说标准的一个善是什么？那么首先就是利益他人是什么意思？那么利他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但到底利他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你希望这个人，希望他好，或者希望对他好。那么什么叫做为了别人好？什么叫不是为了别人好？这我们要分辨清楚。所以怎么样才叫做对别人好？可能每个人的认知和标准都不太一样。例如有的人可能是这样想，比如说他自己很有钱的话，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要帮助别人成为有钱人是最好。或者有的人觉得要长命百岁是最好，或有的人是觉得是要出人头地，或者有权有势，就他自己因为这么觉得，所以他觉得那如果别人变成这样也是最好。或者有的人是觉得要能够升天，或者得道成仙，这样是最好。总之你会看到所谓的怎么样叫对别人好，所以每个人的
这个想法或者每个人的认知这个标准是都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是因为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这个最好，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认为最好的，别人不一定这么想。所以那些想要成为世界首富的人，所以他对于别人，他认为对于别人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让这个其他人也成为很有钱的人，或者成为世界首富。就有点像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很多家庭的一些家长，他可能自己一辈子不是很有作为，他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出息，然后去完成父母自己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那么因为父母亲的很大的一个期望在孩子的身上，这也会带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和痛苦。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于父母有时候太过于执着，还有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而忽略了孩子他的想法还有他的感觉或者他真的需要是什么。可以说所以很多时候给予孩子很大的压力跟痛苦。所以讲回来，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利益他人呢？最好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这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并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如果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是想办法让别人更有钱，更有权有势，还是让人能够长寿，或者是让人更有名更有利，还是全部都合在一起，又有钱又有权又长寿又名利双收等等？还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利益就是帮助人远离三恶道，还是说处理轮回呢？所以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就当你在要利益别人利他之前，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弄清楚你要怎么样利益别人。如果自己都不清楚想要利益别人什么，又说自己是在利益别人的话，但只是自己都还糊里糊涂的话，那你怎么可能真的做到所谓的利他呢？是不可能的。其实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谈的，每个人认知当中的这种最好和最有利益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从生活的经验和还有各种事件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不见得都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觉得最好都不一
都不同，然后在真正的事情跟经验上来看，又不一定。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这个认知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谦卑，然后要多去跟怎么样的人，要多去跟有智慧，然后有经验的人去请益，或者去求教，请问他们，然后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从佛教来说，那这个最有智慧、有经验的人，或者说我们应该请益跟请求教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法，就是给予我们最好的一个这个一个指引。那当然，佛陀是2500年前的一个人，没有办法说好，来，我们现在就到他的面前去，然后来跟他请益。所以我们能够跟随的学到的是从佛陀代代相传的一路传承下来的这个法教的可以说传承者，也就是我们的上师。那我们可以跟随这些善知识跟上师去学习佛陀传承下来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总之，佛陀是了悟了这个世间这个实相真理的这样一个大智者，所以我们应该要去了解他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佛陀说，对于自他最有利益的就是佛法。所以佛陀接着说，我们需要实修佛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目的是什么？佛陀对于这一点也说得非常清楚。佛陀说，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为了成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佛的人，那我们就应该修学佛所说的这个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最好的佛法。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一点，就是唯有就近成佛，才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最大的一个利益。这是我们真的要相信的。当我们知道成佛是最就近的一个利益，而且是最好的利他的一个方式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呢？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任何其他的这种帮助或利益的方法也好，或者目的也好，都不是最好的，就是不是最有利益的。当然，那些其他佛法以外的其他的方式和目的，更不是最彻底和就近的。所以解脱和成佛的目的确认清楚之后，你这个目标定好了，清楚了，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很多事情，你都不会
你都不会再把它当成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心中已经有很清楚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所谓的最重要就是只有一个嘛，你不会有两个最重要的。所以佛陀说，最有帮助的利他的方式就是佛法，所以就是利他成佛，这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跟很多人大家共同研讨出来的一个结论，不是。这是一个了悟了世间的万法实相跟真理的这样一个大智者佛陀，他证悟之后他所说出来的。所以如果是相信佛的人，那么自然就会跟随着这样去做吧。好，那我们就休息半个小时。那么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说利他，其中最好的、最殊胜的利他。那么其实每个人的认知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利他都不同。要说很多人，就是我们自己从小到大，我们的认知也都是不同。小时候觉得最好的，到年纪大一点，到年纪再到老一点，我们觉得最有利的、最好的也都不同，所以是不一定的。现在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希望有钱。那时候你觉得有钱最好，但有钱了之后，你会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东西是最好的。所以总是会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这代表了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总是觉得总是有一个最好的，但其实实际来说，我们并没有真的了解到什么是最好的。其实这就代表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总是才会在追求另外一个最好的。再来，什么是清净心，或者什么叫做清净的善心之类的。那么今天主要讲的是第16个颂文，主要讲的是清净心。17个颂文主要谈的是清净的行为。那什么叫做清净？常常会说这种清净心，或有翻译叫热忱，或者叫崇高的心这种清净的心。总之，这种一种崇高的心，这种清净的心，指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私心，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100%的以利他为目的。就是完全以利他为目的。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样一个清净心的关键，那么我们很多的行为看起来可能是善行，但是到底能不能真的利益到对方，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清净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指出的，能够认识出的，而且知道怎么样做到清净心的关键。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要放生一头牛，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善还是不善呢？一般来说，放生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是善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看行为是善的，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善。为什么呢？因为放生的时候，比如说放生这头牛的时候，它不只是身体上的行为，一起的还有你的心念、动机，还有我们的态度，这些都是和我们的身体行为一起发生的。身体的行为别人看得到，但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念别人看不到。很多时候就因为动机、心念是别人看不到的，很有可能就被我们忽视了。我们会觉得反正别人看不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动机、心念就比较没那么重要，因为反正别人看不到，就被我们忽视了，这样是很危险的。事实上，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和态度。动机和态度，它不止和行为一样重要，不止一样，甚至动机和态度，我们可以说它比行为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为什么会想要放生这头牛？就是因为你开始有一个行善的动机。所以如果一开始没有行善的动机，那么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而且在行善的当下，比如说放生的当下，这里重要的不只是放生时这些善的行为，或者说这种各种动作、表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很清楚为何要救他？而为何要救他的这个答案，谁可以给呢？只是我们的动机和态度可以给出这个答案的。所以动机和态度就像是指挥官，我们的身体和语言各种的行为只是一个工具。举个例子，我们走在路上，如果这时候来了一台车，如果撞到了我们，
稍微碰到、擦撞到，不是很严重，我们稍微摔倒，这时候你稍微爬起来，那这时候你要去理论嘛。你会去找谁理论呢？你会去找那个驾驶、那个车主理论，你不会去找那台车理论，对吧？你会站在车前面说：“喂，车子，你干嘛撞我？”你这样子的话，别人会觉得你大概脑子有问题。所以就像是这个比喻，所以重点是，你为什么我们要去救这头牛？重点是你的动机和态度能够回答，所以是那个主人，就像那个驾驶能够回答，不是那个车子，不是你的牲口的行为能够回答的。所以如果我们放生这头牛的目的不是因为真的出于内心的一种关爱，真的担心这个牛被杀，怕它痛苦，如果只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那么这种善的行为其实就只是一种伪善，只是一种相似的善，只是相似的一种善，它不能说是善。为什么不能说是善？就是因为我们的动机。再来一个就是善的这个它的质量要好。所以上面我们谈到的，我们可以知道，同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同样的放生一头牛的行为，但有的人是善，但有的人只是相似的善，或者说不能说是善。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结果？最主要是因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发心，第一个因素是发心，或者说动机啊。那么发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发心，或者说因上的发心，再来是时间上发心，就是当时的发心。所谓的开始的发心，也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就是你开始的发心是什么，或者说原因的因上的发心。再来时间上的发心是什么，就是当时在你做这件事情的当下的当时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就这样，这两种发心。所以总之两个因素造成了会造成第二个因素造成不同的结果的第二个因素是程度，也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数量多寡。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因素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个行为或者这个善行的它的质跟量这两个因素。那质再细的来讲，质是什么呢？如果要让这个善它的质要好，一方面来说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目的，如果清楚，这个质就是好的。就像前面谈到动机有两种，首先我们开始目的是什么，还有是否具备了清净的善心，是否具备一个清净的心，这就是开始的动机就所谓的因上的动机。所以这指的就是开始时候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最重要是一开始我们要清楚的调整好自己的动机，确认自己的动机，也就是我们行善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要问，开始说要问我们自己的，然后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像是自问自答一样，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清楚的答案。我们行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别人变得富有，还是让别人变得有权有势，甚至是为了别人得到人天，或者是这种解脱的果位，就声闻解脱的果位，还是为了别人能够得到就近的佛的果位？这个答案要非常的清楚。如果不谈佛法，就谈世间来说，一个成功的人没有清楚的目的，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成功的人，他都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或者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而才可能成功的。糊里糊涂的，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这不是说一个修行者就不能去赚钱，或者说不能去这种做世间的工作去赚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人，还是得生活，生活就必须要赚钱，所以我们不能说不赚钱。所以这里重点是我们需要赚钱，可以赚钱，但赚钱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而不是我们全部的目的。就是我们一生人生的目标不是赚钱，所以就算我们赚不到钱，也不会因此就失去生命的意义，不会。很多人就把赚钱当成了一生全部的一个目的，所以赚不到钱了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尤其对一个修行者来说，虽然短期来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必须要完成，但是就近的长远的目标我们要很清楚，那是什么？就是成佛。我们的身体在我们死了之后就没了，会换一个，但是我们的心事是会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心事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心事的意义也好，或者说我们这种想要解脱成佛的这样一个目标，它是不会变的。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清楚，而且不只是清楚，而且还要非常的坚固坚定。你不能说，现在这个目标不错，过几天我换一个目标。有的时候觉得世间的目标不错，有时候觉得佛法的目标不错，不能这样子换来换去。这样子的话，可能很难成佛。所以目标很清楚之外，而且不要换来换去，要坚定一个目标，从一而终。这里有一个故事，
这大概是在这个汉地的一个故事，这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故事。那么有一位禅师，他和他的一些弟子们在一起。以前呢，他们是农禅生活，所以会自己耕种，然后总之呢，一天呢，这个禅师就带着他的弟子们就在这个田里呢插秧。那么大家在尼泊尔、印度很多的僧众都看过，就是要插秧。你要是这样子在田里面一个一个插着，你这个秧呢要插的很直，但是要很整齐、很直。可是呢，弟子们插的呢，那些秧呢，都是歪歪扭扭的。但是呢，这个禅师他插的呢是就好像用尺量过一样，非常的整齐。所以弟子们就很疑惑，就问这个禅师说：师父，为什么你插的这个秧苗这么的直，这么的整齐？那这个禅师呢，就笑着说：这很简单，你们插秧的时候，你们眼睛要盯着一个东西，就你要对准一个东西。就你盯着一个东西对准它，然后这样来插，它就可以很整齐了。那弟子们呢，就继续去听完之后就继续去插秧。但插完之后，这次插完的竟然是插成了一道这个有点一个弯曲的一个弧线。那禅师就问弟子：你们是有没有看着一个东西呢？弟子就说：有的。您刚刚说要看着一个东西，然后对准，然后就跟着就插秧。我们就盯着一只水牛啊，就跟着这个水牛，它一边走我们就一边插。禅师这个禅师就笑着说：
那个水牛啊，它不是固定着嘛，它是一边吃草一边走着的。所以你们在插秧的时候，当然也就跟着这个水牛会移动，所以你们会插成这个样子。所以禅师有说，你们一定要盯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大的目标，盯着它。所以他们就选定了一个远处的这样一棵大树，然后对准它，然后之后果然这个插的这个秧苗就非常的直，非常的整齐。所以这里要说的就是我们的目标要非常的清楚，不只是清楚，而且要是非常的稳定的一个目标。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善会增长，但有的时候善又不会增长。那么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发心要清净。发心清净指的是不带有任何的私心，100%的都是为了利益他人，这样的一种心就是清净心，清净的一个发心。但如果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升起这样子完全不带任何私心100%的这种利益他人的心，很难，我们现在很难真的升起，但是我们要尽力去升起，至少就算发起50%是要帮助别人的心，这样也是很好的。比如说还是50%说帮助自己，但50%是帮助别人。如果先不从这样开始，真的要做到利益别人，之后做到100%利益别人，那是很难的。所以你必须先从就稍微关心别人一点开始，不要总是永远想的是自己。所以稍微关心一点一点，关心别人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这样子慢慢加上去，才可能做到100%。然后再来行善的时候，我们有多认真，我们有多仔细，还有多关切，这个就是当时的动机，当下的动机。就是第二个，我们说动机有第二种，就是时间的动机，或者说当时的这个动机。所以呢，总之这个善它的质量的优劣，它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动机。刚刚谈到2种，一种就开始的因上的动机，还有接着是做的时候的当时的这种动机。所以我们过去的祖师们任何时候，无论是讲经说法的时候也好，课诵持咒的时候也好，任何时候持咒他都会强调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导正我们的动机，动机一定要清净，因为这整个善行它的质量好坏，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动机。再来提到一个是我们的数量量。
我们会说，这样一个行善的，它的量到底要做到多少，或者它规模要做到多大？那是什么意思？是说一个人每天都在放生，然后一生都这样子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不停的放生，要这样子大量的不停的这样子规模的放生，就叫做做到了很好的量上的放生吗？不一定的，不见得。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善和量都它不是外在有形的物质，所以重点在于说质量，要注意这个质量有没有注意到行善时的态度是不是认真，还有做完之后有没有注意着后续的影响和结果。如果这些都不管，没有注意到开始质量，然后也没有注意行善时态度等等，只是一昧的我就是要放生，或者而且只在乎的是放生量要大，规模要大，那这样行为得到的善果不见得就是很好的。尤其现在藏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因为藏地经济条件生活都好了，所以大家也有些钱了，所以愿意花钱，所以这个贡品也好，烟贡品也好，还有很多时候会贡品也好，所以很多直销一买就是一大堆。还有这个天马旗、风马旗、天马旗，这个挂的也是这个满山满谷都是，结果整个这个环境都被污染了，整个土地河流都被污染了，甚至很多时候一些动物还被这个天马旗绳子捆到而死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值得我们去想一下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人，像是父母亲他们，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没有钱买这么大量的贡品。我觉得主要是我们没有像老一辈的，像父母亲他们一样那种的虔诚，那样的静观，那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信心虔诚，所以我们就觉得形式要做大，规模要做大，量要大，要有规模，形式至少要做出来，这样才有福德。所以结果问题都出在于我们的内心虔诚，信心变小了，所以我们就得冲的外在要大，然后就要搞大做大。但这样做能够利益到帮助到我们的心吗？很难。所以善的大跟小和你供养了多少钱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和你的心放下了多少执着是有关的，是你的心愿意给予多少有关。不然的话，有钱人好像都是一直在累积善，所以不见得的，不是你给多少钱。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行善就一定是要外在形式上的规模数量，那我们就应该去看看佛陀6年苦行在菩提树下的时候，他拥有什么？他连吃的喝的都没有，更别说其他的。那他是如何累积他的福德资粮？他如何积聚资粮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就能够
佛陀的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的。所以善的多寡都不是外在形式上搞得多大，还是在于你的心有没有做到。同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利他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这个因材施教，还有因地制宜，真正这样子对症下药，而是不能够太死脑筋了，觉得利他的方法只有一种，然后还轻视其他的利他的方法，这样是不对的，而是要用各种的方式，或者说用多方面的来利他，增长善行，这非常的重要。那么就像现在大家很注重营养学，这个营养学很强调的就是我们的饮食要注重营养的均衡，所以就是我们的不能够总是只吃某一类的食物，不行的。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这种豆制品对身体很好，像是豆腐，因为豆制品可以补充我们的像蛋白质，还有补钙啊，还有补这种维生素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每天就只吃这个豆制品，因为只吃豆制品的话，可能会引发像是痛风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必须要注意这个均衡的搭配，每样东西都要吃一点，而且要适量的吃，不然如果只吃一种，身体是不会很好的。就像这个比喻哦，当我们利他的时候，我们不要执着在某一个方法上，譬如说我只放针，或者我只做这个椒烟供，这样子某方面来说也是好，但是只做这个，但又觉得其他不重要，或者觉得其他方法不好，这样的想法就不好了。因为我们必须要从不同的方面，还有各种方式去利他，这样其实这个带来的利益跟善才是更好的、更多的。总之呢，利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可以说多动动脑筋哦，要很灵活，也要很放松，要灵机应变。不然如果缺少这种深思熟虑哦，然后很呆板固执的这种行善，是很难真的帮助到别人的。因此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一定要带有智慧的，一定要带有智慧的这种判断，不然很固执的行善，这样是不行的。大家呢这里看啥下面呀没对许呢这个面中
다 전에 뒤지야야 안에历史주빈 바데 쉬하인다历史주빈 바데 안에 接着是第17个颂文。这是第7个盗用，转清净行为盗用。为利自他成就菩提时，须远避退去厌烦、恐惧、疲倦之感，增不退转之精进。故此生修行曾可一步使含，此为我妙行之一。다 내가라 가래 대가래를 사비나 다 지다 미규도 제슈베 걸려 那甚至他们了下载月生意密觉多劫在世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口头上说是在关心众生、悲悯众生。那这些人，他们呢，他们一开始也学习各种经典，然后他们光是学这个舍类学这种辩经啊，就学了10多年。接着他们又说要学习密乘的典籍，但其实他们在学的是什么呢？只是学习各种这些做佛事的，就是为亡者超荐的那种仪轨，像是那些超荐的各种的弥陀法，他们并不是学习甚深的密乘法，所以只是为了这个糊口填饱肚子去做佛事而学那些仪轨。然后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想说我也学了一些法了，然后觉得说要试着要去体验这些内容，所以又跑到山里消失了几年。那回来之后，他其实呢，之前学的那些仪轨也好，辩经舍类学也好，大部分都忘光了，但他还是这个吹牛。他说我闭关了山中修行了几年，我因为闭关实修我的这个证悟开悟了，我的那个智慧完全开显了，开启了，才在那边吹牛，然后还为对别人说法。他说法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像是那种三世夫的道次第那些我们没办法像三世夫那些道次第，我们没办法像那样做，因为呢，那里面说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呢？这些取舍说的很清楚，很严格，所以他自己没办法再随便乱说嘛，所以他只能怎么说呢？他只能说佛经当中呢说的很多，但都是随便说的很多都有些了义，有些不了义，不见得都是这个了义的究竟的，所以不能当真有些。所以呢，修行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真的了悟的这些祖师的真的得到证悟、得到自在的修行自在的这些人的口诀才是最重要的。这些证悟者的口诀，上师口诀，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说的，是怎么说都可以，就说自己说的才是真的。所以他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称赞和自己的这种幸福，所以才去做很多的讲法、写作跟辩论，有这样的人。再来，还有一些人呢，他不像是上面说的这些人他还没有那种能力去写作讲法、辩论。他们怎么想？他们说那太困难了，太花时间了，麻烦，做不到。
还没做到那些之前，搞不好就被别人杀了，搞不好生命就没了。所以呢，那么麻烦，太麻烦了，还不如呢，自己能够到一个很容易生活的一个地方，反正就是很多施主的地方，有吃有喝的地方。然后他说是到那边去利益众生，但别说什么利益众生了，主要在那边他也就是反正造恶，然后造各种的无记业。但别人看了还觉得说哇，这个上师过得还不错，还觉得他在利益众生过得很快乐，然后还觉得很羡慕他啊，又有弟子，又有施主，所以这样的上师他身边有时候也会蛮多弟子，蛮多人围绕着。但米觉多杰呢，对于这样的人，却是他从来不会这个很羡慕这些人，从来不会，反而是很怜悯他们的。所以米觉多杰的行医是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利他的呢？他说，如果本质上是伤害自他的话，就算表面上是所谓的这个讲说佛法或修持这种佛法的话，他也都会停止这么去做。所以真的对米觉多杰有信心的人，他们呢也会效仿这个米觉多杰一样，也会停止这些相似的善行。所以米觉多杰就曾经说，他说，如果能够直接利到众生是最好，如果不能，那么间接的去，如果能够想要去利众生，避免伤害到他们，然后我们说法可以，我们思维修持佛法也可以，或者建立僧团，或者建立寺院，照顾寺院，兴建佛塔、佛像等等，这样都是可以的。这些都能够成为成佛的因。不然，如果一开始我们的目的跟发心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或者就算有这样的发心，但是在实际的行为上却对众生造成了伤害的话，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无论名称是叫什么，是叫成就者也好，叫做修行也好，这些都是相似的一些行为，这些都要停止。很多时候，我们时候被外相所欺骗，我们自以为是在利他，是在修行，别人看起来这个外相你好像也在这么做，但其实整个都是一个假象，虚假的一个相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观，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修行，修行是不是真的如法，清不清净。我们说在修行，我们当然不是为了欺骗自己，不是吗？我们当然是为了要利益自己才修行，是为了要有结果才修的。所以真的不要再自欺欺人，所以要好好的反省跟检讨一下，就是自己有没有真的好好在修行。
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故事。那么讲完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明天呢，会继续把这第17个颂文后面部分讲完。那可能还是要讲些故事，不然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无聊。这故事跟弥勒日巴大师有关。弥勒日巴在圆寂之前，他留下了这个遗言，他就说他没有留下太多东西，但他有一个拐杖，然后有一个帽子，还有一个箱子，然后还有一个他，然后还有一块平时身上穿的一个布。他说那个要给冈波巴大师等等，要给冈波巴。然后平常他有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棍子，然后那个要给热琼巴等等。他就总之就说好了，他就说哪些东西要留给谁。所以他其实就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说，那他的衣服都是要剪了要分给什么人，不像是像我们说这个电脑给谁，那个 iPhone 给谁，我们现在可能东西很多，所以有的分。他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一块布也得去把它分成好多小块，才给很多人。但其中他有一个说的很特别，他是说我有一块金子，我放在那个官房后面那个墙壁后面，你们不知道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把它挖出来，然后大家分了吧。那么他们弟子就想，哎呦，弥勒日巴竟然有金子，他们就想，哎呦，搞不好还真的有哎。有的想说不会吧，尊者怎么会有金子？有的弟子想说，搞不好有哦，因为有施主给过嘛，所以他大概也留了一些。我们平常都想说，弥勒日巴都没有，但搞不好还真的有嘞。接着一个就想，我们上师尊者弥勒日巴怎么可能有？还跟其他弟子说，你们别这样乱说，不可能有的。反正最后尊者圆寂之后，他们就聚在一起，弟子们，他们就去找那个金子，所以就到了他的官房后面，就到了这个墙壁的缝中，是真的藏了一个东西，布，可能应该是布包起来的一个东西，他们就把它拿出来，在大众面前大家打开，里面没有金子，有一个这个红糖，3小块红糖，3块红糖，然后一大块布，包在一块布里嘛。
然后还有一个他的纸条，他写的纸条，然后还有一个刀子，一把刀。弟子们就想说：“黄金在哪呢？你们先看一下他纸条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呢？就说你们呢，用这个刀子把那个红糖分了，每个人分一点。那块布，你们呢也把它剪了，也是尽量剪到最小，让每个人都分到。最后最重要的后面一段字写说，有些人说我密勒日巴有金子，这些人去吃屎吧。认为心中觉得我米勒日巴有金子的人吃屎去吧，你们。当时他才圆寂3-4天，所以其实他弟子大家心情是很难过的。所以一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吃屎一看到大家全都笑了。在很难过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果大家都看到那段字都笑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会说密勒日巴是一个非常非常苦行，非常亲近修行者，他大概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不苟言笑的这样的一个人。但其实密勒日巴不是这样的，他也常会开玩笑的。他是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他是很自在的，他很自由，他很自在的。他就只有一块布身上，甚至你看他圆寂之前，他还要留下这么一个纸条给大家，给他弟子。要像一般人，我们怎么可能还会在这个死前留下这样一个开玩笑的留言？密勒日巴那时候圆寂前还是中了毒嘛，那时候说，只要一般人中了毒，怎么可能还想到说还可以这么自在的写下这样的一个纸条呢？还可以写下这样一个开玩笑的一个纸条。他自己也很开心，也让他的弟子们也很欢喜开心。这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过去的祖师们，这些大成就者们，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的像个石头一样那样子的不苟言笑，不是的，他们是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开朗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弟子们。因为平时密勒日巴是一个完全不贪着世间的嘛，所以当他离圆寂前说有这样子的有金子留下来，他弟子有的就怀疑了，就起心动念了。咦，怎么会这样说？所以真的打开之后就没有金子，所以真的是一个他标准的弟子，合格的弟子，当然就不会相信。但那些还不太信心稳定的弟子，搞不好就想说，密勒日巴大概生前搞不好藏了不少，就不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他是为了测验弟子而做了这样的事情。对密勒日巴来说，有没有金子一点差别都没有。这不代表说他不是说别人供养他金子还说我不要给我这是脏东西我不要，他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在那里装模作样的说你不要给我这个，他不是这样子的，说不要给我金子，不要给我金子，不是这样，而是他内心真的是不贪着这个金子的。所以说这个故事的原因是想透过他这个故事，我们也去想一下，就是真正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应该要去想一想。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最后我们做回向。